嗨，大家好，就嚟有個農曆新年啦。今年2月4號立春，即係朝頭早4點01分，陰陽開始交替，立春就會點樣呢？咁我哋每一個人都要躲春，咩為之躲呢？躲即係將自己收埋，最緊要記得一樣嘢，就係包括你屋企個窗簾、手機、電腦、電視等，到咗夜晚12點，一定要關閉佢，咁就唔使接收任何宇宙嘅信息。點解要咁呢？因為凌晨開始到4點幾嗰陣時，宇宙就會放射一啲唔好嘅磁場出嚟，對我哋嘅健康、運程各方面都有影響。其實地球上好多動物都會感應到呢個情況，佢哋都會喺呢個時候匿埋，所以必須要躲春。到早上7點鐘以後，就算你去邊度或者講電話，已經不受影響。另外，好多朋友問幾時去攝太歲。2026年犯太歲嘅生肖包括馬、鼠、牛、兔。犯太歲意味生肖與當值太歲有刑、沖、破、害等關係，一般代表該年嘅生活衝擊較大，情緒容易起伏不定，運勢可能會走下坡，生活容易動盪不安，自己要做好心理準備嚟面對挑戰較多嘅一年。所以生肖屬馬、鼠、牛、兔嘅朋友，今年要多加留意。拜太歲係常見嘅化煞方法，向太歲星君祈福化解，求神明庇佑，一年平安暢順，化煞順運。有時間不妨到太歲廟或天后廟拜拜。傳統上，從立春後開始，尤其是正月初3至15期間，參拜最為靈驗。以下係適合拜太歲嘅好日子，大家可以 cap 低呢張圖參考。跟住順便講埋開工嘅吉日吉時，大家可以 cap 低張圖參考。最後，我想借新年新開始呢個機會，感謝遠在美國嘅黃師傅，多謝你一直對我嘅支持同埋指導。我祝你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同各位有緣朋友一齊，馬年好運，馬上幸福，馬力全開，馬上富貴。